伫香港殡仪馆，大家拢真艰苦。一代功夫名星李小龙伫1973年7月20过身。一开始的死因并无明确，有不少人无愿意相信李小龙已经离开世间，也未伫街路为伊送殡，遗体送到美国安葬。当时李小龙死伫香港女明星丁培厝内，两人感情问题经过这一年，原是大家讨论的焦点。1976年7月20早起11点56分06秒，维京1号游艇登陆成功，变成全世界头一摆成功登陆火星卫星。维京计划有维京1号甲维京2号两台同款的太空船，输入土加大气资料，上主要就是找火星成分。2008年，当年卡梅基风台登上中南部，伫7月20统计，这一摆风灾造成农损差不多是新台币7亿3994万块，损失真惨重。